我3行情连饺子一盘出来着，前3个海钿应该50%个定金，26000块洋币。埃个问题单有点纠结过。想当年三流昏王张水汉子一个海钿，所有载载于民的血肉公司全单皮脱着，人去楼空。辣海你后头搿点客户，统统血本无富贵。埃个问题海姐转去搭儿子媳妇商量商量。现在要回到行政中心去，上面再延至半日天算，来人啊分搞脱了。现在是下面才2点半，1:62，我是85，不做还等菊花送光。哦，来，中手2上5子，哦哟，从早浪9点半到现在3点58分，欧洲之行刚巧跨出子万里长征第一步。而且从经济带出来，一分洋钿也分用。啥人晓得？得儿子没交我辰光，回到屋里仔细一看啊，年四3日内3码减费，钢索财政120块抽脱。可想而知，辣海现在个社会，没动力哪哈来塞？还是快点打板吧！今朝一天送纸也发好发脱脱。看这3000块洋钿退休工资，整个只还吃西北风。我上趟上岗子，评论区里有不得来人，拿我疼得了2眼没擦。你们侪是3000块钿退休工资啊！你过得非太滋润啊！但是那样算过，你到屋里向个另外一半，每个海钿该不来菊花动力。毕竟世界浪向像兰兰搿种人，不是太多。还有像你娘搿种人，年纪轻个辰光，高大身材10年不算工龄，80几岁退休工资打我差不多。但是这个日脚多得比随便商人3少，住大房子，请钟点工，你养了个汉儿子。一会赚动力，也肯用动力，而且会先人。非洲个说法，你现在还住辣3元个烂破旧里向，连装修个动力也没，基本上搭群租房差不多。所在范围内再有发言权的，也算农民伯伯者，55岁开始领农班，1000多块洋钿一个海钿，3日脚多得了比事业单位退休也滋润。上几天辣4楼4地上海，颁拨人家开农家乐，30.1年10几万，还发颁拨杨梅别墅茶叶、蓝马鸡、活跃好，滋润得了农村屋看比城里屋看还要吃香。再拨大家看看我拍个千真照片，6张2寸头个50块。辣海现在个所在，如果你辣海3000块洋钿退休工资以外，没其他任何形式个经济来源，除脱西北风，真个想不出还有啥个么子好吃。快递发脱，一个海钿之前打个牙子，今朝来复诊。绿颜色个毡包，绿颜色个沙发，连地毯也是绿的，不晓得啥个讲究。对，上下要吃小猪，不要动啊。好的，可以了。皮子拍好，蓝心上也开始扑通贴着。我的这个情况呢，就是上个月的今天啊，我去洗牙了。洗了以后呢，我发现除了刷牙的时候症状有所缓解，其他都跟没洗一样。这牙龈还有点肿了，你看到吗？等一下再深层再洗一下。这个牙肉上面好像还有一个软扑扑的东西，你给我看看。你这个是根尖炎，专业叫瘘管。那就打麻药好了，先打了。不，一般是不需要打的。我等疼的来不及了呀。那我不是已经洗过一次牙了吗？牙周炎呢，它不是洗牙就能解决的。大家可以在外面带出去，亲自领带着。但第一适应我吃米。哎哟，第2个10分钟过去了哎，那还回办公室回分结束了脚。哎哟，已经第3个10分钟了哎，印子也没。哎，这边的人呐，我现在是不是要先去抽血啊？对，越看越疼，伤病发现我不死，牙肉翻开了，想到子头皮也发麻，一等子半个钟头子，肚皮有点咕噜咕噜尖，免费的面板1年发过3。然后我看了一下，之前虽然洗了，但是它有一些地方可能还是没有洗得很干净，然后我们再洗一洗。第2次牙齿大喊出来着，1个礼拜过后再去复诊，凡是石头犯的，好起来把它丈夫搞牙齿一来用药。